即马线顶呢有真侪甲伪装相关的影片有通好看，嘛因为安尼，所以真侪青少年呢是提早来接触到这个化妆品。根据这民团的调查呢，发现这离校接触到化妆品的年岁已经愈来愈少岁啊，也毋过大部分拢无注意到成分就甲买来用，医师提示讲，安尼恐惊是会造成皮肤的伤害。 市面上有真侪化妆品通好买，也致使儿童甲青少年接触保养品、化妆品的年岁下降。民间团体拜二公布一份调查，显示目前离校接触化妆品的情况非常普遍。调查结果显示，有68%的离校爸使用过化妆品，伫高中接触化妆的有8成，伫国小1年啊接触化妆的也有11.5%，但是超过一半以上的拢无咧注意成分。 嘛唔知敢有适合家己。他们深切的担忧就是外貌是不是已经成为其他人判断自己有没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化妆不在校园出现，但是还是会有更多的学生用隐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容貌焦虑。与其用禁止来回应，不如让正确的化妆品安全清楚的规范。 皮肤科医生表示，有真侪美容的产品成分是对离校的皮肤会造成伤害，也建议要将正确使用的观念加入教育，让学生了解。卫福部是回应讲会加强宣导，也会参考别个国家的做法。特别是3到12岁这一段，因为他们的皮肤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皮脂腺还没有就是分泌这么多，皮肤没有这么成熟。这一段我们确实认为可能需要更多的就是给他们一些指引跟保护。透过一些比较容易理解的文字跟一些互动的电子书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孩子们追求美丽的同时，探索美丽的同时呢，也可以去理解到如何理性的消费跟自我保护，什么才是可以选得好、选得对。这部分的话，我们相信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资源，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教育部专业的团体，我们来分享。立法委员韩民团希望社会会当听到离校因的需求和问题。立委林岳钦表示，化妆的年岁下降，除了受网络影响，也显示离校对面的水买真要义，也应该协助因建立明良的自信，确保身心的健康。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